朱棣成功的方法是什么？答案是十方。他力主北平，挥师南下，直取南京，这是北于南，掌控核心主轴，确保山东不被截断，防范西部干预，这是东于西，避免两翼风险。他设立卢尔干都师，巩固东北，这是东北，确保西域畅通，安定西北，这是西北。他出兵安南，彰显权威，这是西南。他派郑和下西洋，开拓海上贸易，这是东南。他迁都北京，编永乐大典，征天命法统，这是上。他疏通大运河，鼓励垦荒，固民生根基，这是下。十方出自佛道经典，代表宇宙全方位。朱棣用一生证明，真正的成功在于拥有纵横十方的战略，经略思维的远见，上下全所的格局。今天你的十方到了哪一方？